们常常咧讲行人交通第一个问题，不过过路人嘛都爱来遵守交通规则。来看伫咧家人有一个查甫囡仔，要互因阿嬷载去上课，结果伊违规撞过双黄线的车路，结果车来未互动，这囡仔弄一个头壳着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因为是这个囡仔违规在先撞过车路引起的事故，警方嘛甲伊开单举发，由法定代理人来纳500块的罚金。一个查甫囡仔想要行到对面，互阿嬷骑车载去读册，毋过伊敢若看正边这边，就行过双黄线车道，结果互倒边开来汽车去弄到，加载送病院了后，这个囡仔只有头壳去切着伤，人无要紧。男童穿越马路时遭自小客车刹车不及，发生碰撞，送医，无生命危险。经警方对驾驶人实施酒测，并无酒后驾车行为。警方讲，这个交通事故车3载起发生伫贵人的I1路，双方拢无提出告诉，家己和解。毋过是囡仔先违规的，警方开单举发，违规行过段路，交由法定代理人来缴这个罚款。男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马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的规定，可以处以新台币500元的罚款。我们会依规定支出罚单后，交由他们法定代理人依规定缴纳。警方也指出，开车的人当时的速度是30到40公里，看到囡仔时是拢袂互动啊。加上这个所在是弯道，初步判定应该是无造成事故责任。教孩子在正确的地方穿越，哪一些地方会有死角的出现？比如说像转弯处的部分，他就应该要离转弯处比较远的地方。成人的部分的话，就应该要教导成人不要在对向侧接送孩童。警方也呼吁过路人唔通随意行过大路，因来长期关心囡仔交通安全的公民团体也呼吁囡仔过大路进前要遵守停、看、听的这基本规则。开车人也应该爱真小心，注意路况，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